Hello，我是来自异世界的魔王露诺利亚·因凯伦，目前在地球担当一名牙医。今天我要来回答网络上的问题。哪间牙医好？这算问题吗？打叉。我们在挑选一间牙医诊所的时候，首先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确认一下他是拥有职业登记证明，还有医生是确定是有执照的牙医师，而不是一些秘医啦，或者是明明是牙技师，但是对外号称是牙医，就是我是可以做牙齿这样子。依照目前的法规是不行的。所以如果做了以后有什么样的纠纷，或者是治疗上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很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收场这是很重要的。再来呢，可以看诊所的一些设备是不是齐全，比如说 X 光设备有分全口环绕的那个拍的片子的，或者是单张的小片子的，或者是甚至现在有些诊所有 3D 的口扫设备啦，或者是电脑断层等等的设备。那这样子很新的诊所，通常它的治疗方案也会比较齐全。看牙医前要刷牙吗？要，拜托要，一定要，真的要，我不会骗你，真的要。你如果坐下来呢，嘴巴打开，哇，又有用牙线，又有好好刷牙，哇，这个牙医对你的好感度先加20分。在患者张嘴的时候问问题，想知道真的有听懂在讲什么吗？我们真的听得懂可能跟经验也有关系。像是在我的魔王诊间的特别节目里面，然后我会邀请一些 B 鹏鹏来我的诊所给我看牙，然后我有一个环节就是我请他嘴巴张开然后讲话，然后我都听得懂，但是我的观众都听不懂为什么牙医看诊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很想跟我聊天的样子？比方说诊所放的音乐很好听，我就举手问牙医这首曲子是什么，牙医说不知道，他随机播放的，没有其他问题的话他要继续了。还有我一直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曲子因为通常病人在说话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没有办法继续的，但是我们是责任制嘛，我们必须把今天的治疗进度给做完，才有办法把你送出门。所以一样的工资，我们希望这个短一点的工时，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啦蛀牙到哪种程度要抽神经或拔牙？如果要做神经类的方面的治疗，那基本上就是指你的这个蛀牙的破坏的深度已经蛀到神经，就是牙髓腔。牙髓腔是一个空腔，里面充满了你的神经血管跟一些软组织这样。所以如果蛀牙非常非常的接近或者是甚至已经碰到的话，那就要做相关的神经方面的治疗。那其中这个最传统最确定100%有效的让你不会痛的方式就是抽神经，就是根管治疗。那现在有一些新的治疗，它不是像传统的抽神经那样把所有的神经都拿掉就是有一种叫活髓治疗。那但是活髓治疗的条件比较严苛，不是每一个人每一颗牙都有办法做活髓治疗。那拔牙的话，主要是医生会评估你这颗牙齿还有没有办法被保留下来，并且做正常的咬合功能使用或者是你身上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系统性疾病是不能够拔牙的，那样子就不能够拔牙。遇到那种很久没看牙医，然后一口烂牙痛到不行才跑去看的，会不会很生气？听说比较这个之前的牙医是不是听说比较年轻比较还有丰富的同理心的牙医师会比较生气，比较资深比较淡定的牙医师就逐渐失去这个很生气的感觉，就生气也没有用，他都不生气，我生气也没办法。想知道牙医觉得病人做什么疗程最能赚钱？某些牙医觉得是植牙比较能赚钱，那当然有些牙医觉得是矫正吧。对，那这两个治疗的共同点就是都是自费的疗程因为台湾的健保就是非常的造福民众，所以这个牙医师比较喜欢这个比较高额的自费没有但是呢，虽然他
一时之间看起来账面上的进账比较多，但它通常还是有一些额外要付出的，比如说比较长期的治疗时间，然后还有比较高的风险危险性，所以呢没有1分钱是好赚的。为什么某些牙医一直要我拔智齿？不拔智齿真的有差吗？真的需要拔智齿的是什么情况？之前我有在住院医师阿万频道那边讲解过智齿的全攻略，那我们这个有兴趣的话，这边有网址请看 VCR， 然后里面有所有关于智齿的一些问题，你可以去看看。想听看诊恐怖故事又不能泄露病情的程度，实在是太多了。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来我的魔王诊间，跟我聊聊天。好啦，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